嘅要求一直都喺度㗎。佢話市場咧就唔使過度咧解讀或者係作出呢個轉測。保監局同政府而家係密切注意內地有關金融產品稅務安排嘅最新發展，同時亦都會同業界保持咧緊密嘅溝通。冇選擇就唔會有波動，冇波動就唔會有呢個上升機會嘅。咁對於市場嚟講嚇，保監局就話啦，香港保險市場發展成熟啦，產品設計靈活先進，可以提供咧貨幣選擇、環球資產配置嘅新規劃同埋庫存成分啦，專業服務對內客戶咧係有一定嘅嘅。香港保險業協會就話，直至而家為止咧，有關部門咧而家都未正式係發布呢個正式嘅政策文件同埋執行細則。一向都係全球係要交稅㗎啦，你賺咗錢就喺海外嘅投資。咁啊，聯會咧就係而家咧係持續了解同埋咧密切關注相關嘅發展㗎。聯會又預期咧，客戶對於保障啊、財富傳承同埋資產配置嘅需求仍然係殷切㗎。香港保險市場咧整體嚟講係具有吸引力同埋競爭力。所以想做內地生意就應該係保持密切啲嘅聯繫，同埋了解多啲內地法規啦。同埋要守法守規。咁而人民銀行咧連續第21個月增持黃金，至7月底咧，中國黃金儲備係7608萬安士，比6月底咧增加咗64萬安士嘅。現貨金今日見到係一路靠穩啦，徘徊喺4300美元水平嘅。探報就報道話咧，人民銀行增加喺香港咧存放黃金咧，就香港成為主要嘅黃金交易中心㗎。報道引述知情人士就話咧，人行一直咧係將部分黃金儲備由倫敦咧轉翻嚟咧我哋國家㗎。咁過去幾個月咧已經喺香港增加咗黃金嘅存儲，預料咧係個趨勢會持續。咁你見到我哋嗰個係即係外貿盈餘一路係即係升緊啦。以前就買美債，而家可能都買多啲黃金啦。香港上個月啟動試客運行嘅一個黃金精算系統啦。銀行嘅航空公司嘅議息已經講過啦，就會繼續提高國家外匯存底咧喺香港資產配置比例嘅。而香港亦都邀請其他央行咧參與精算系統。彭博話咧就柬埔寨咧，據講已經係接受提議㗎啦。咁另外咧就睇下嗰啲樓市係點咧，反映二手樓價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嘅就報159.82，咁今日嚟講咧輕輕跌咗0.06%。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話啦，樓價咧已經由低位回升近2成，二手買家追價咧就轉趨審慎，業主態度咧就係轉硬嘅，造成拉鋸啦，所以成交量減少，樓價有個係高位整固。CCL 連續8星期咧就係160點上下窄幅增持，近5個星期咧就係4點一升啦，指數都係喺160左右，冇轉勢向下。不過近期內地咧連續7
堅持咧通用機器人嘅核心技術全斬自研嘅。咁啊，2023年到2025年咧，佢哋嘅4足機器人咧，其實銷量咧合計係超過33,000台嘅。咁啊，舊年咧就純人形機器人咧出貨量咧已經係突破咗5,500台啦，係全球第一嘅。我呢又話咧，今次咧募集嘅資金咧就會投入研發咧智能機器人型機器人本體同埋新型智能機器人產品嘅開發。咁喺各個領域裏面咧尋求突破㗎，持續係要鞏固技術領先嘅優勢。當下居身智能行業整體仍處在發展早期，這屬於家用電腦的起步階段，設備適配陌生環境的泛化能力，仍需全行業及行業從業者攜手共同提升。宇宙科技將持續攻堅具身大模型、場景數據採集與分析，強化學習具身本體模型、核心零部件自研與高性能執行器及機構等軟硬件關鍵技術，並積極探索人形機器人、四路機器人、機甲等更多的產品形態和型號，推動機器人承接高速度、高風險成長中。咁我已經覺得做開部機器人做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啦。咁亦都係快快策嘅研究啦。咁啊，中國咧就憑藉住係業嘅成本優勢同埋技術積累啦，就有望佔領咧呢個產業嘅發展先機嘅。咁未來人形機器人就會喺服務啦、娛樂、醫療、養老等等嘅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深刻改變人類嘅生活方式同埋社會服務體系。另外咧就睇睇啦，呢一個咧藥智安康咧就宣布咧自主研發嘅一類新藥捷斯呢個新藥咧係捷恩泰咧就得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有條件都批准去上市㗎。咁啊，用於咧過去咧接受過咧係系統性治療同埋咧 FGFR 咧抑制劑治療，而且具有咧 FGFR2 咧融合或者係重排嘅晚期轉移性或者不可手術切除嘅膽管癌成人嘅患者嘅，即係用新藥可以用於佢哋嗰度啦。咁相關嘅療法之前咧已經得到咧藥監局納入咧優先審批呢一個評審啦、審評啦，同埋咧呢一個突破性治療嘅品種。佢健康股價咧先升後回啦，到升近2成9嘅，上舉14個8毫7，收咧就11個2毫4，就係跌咗2毫9，跌咗係2.5%嘅。咁公告就話咧，今次咧獲得呢一個批准咧，就係基於一項咧，中國咧就係多中心開放性單臂二期咧呢一個關鍵性臨床嘅試驗㗎。咁結果就話咧喺呢50例咧呢個晚期膽管癌嘅患者裏邊，客觀緩解率咧就達到咧2成8，中位緩解持續時間咧就有8.5個月㗎，中位冇進展生存期咧就係6個月，中位總生存期咧係達到20.7個月，即係可以延緩咧你嗰個即係呢個病情咧就可以咧令到個生存嘅長啲㗎。其實中國創新藥都係陸陸續續咧見到有新嘅成果出嚟啦，咁將會係即係一路會係多㗎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睇個市啊。頭是道。球委會在職人士及長者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咧，阿李錦榮阿 Bruno，大家要分清楚科技股同埋科幻股啊！即係所謂咩叫科幻股咧？科幻股即係其實間公司好新嘅公司，其實咧即係未有盈利2000年啦，你都知嘅。我同你嗰陣時係見得到嗰啲科幻嘅，有個網頁喺度咧，就已經係大把錢投資。冇錯啦，呢啲真係科幻。冇錯啦，即係起碼實際上公司財務狀況咧，其實唔係好穩定，純粹有一啲嘅概念咁樣。呢啲大家要分清楚啦。所以近期都見到，即係尤其是一啲比較飆升咧緊要嘅一啲 AI 相關嘅公司，因為咁樣咧有啲調整，錢咧就去翻一啲有實力嘅科技股咯。因為真係即係其實每年賺緊可能幾千億嘅，只不過佢將部分嘅一啲營收我哋再投資或者佢自己都作為一個用戶，佢都可以受益到嘅。咁即係呢啲就比較嚟講就開始有大家又會比較理性翻少少咯。想聽更多財經分析，就要留意逢星期1至5下晝2點嘅人生交叉盤。個頭冤住痛，媽！之前咪同你登記咗一線通平安鐘服務嘅，快啲試下佢嘅護士健康諮詢啦！乜平安鐘唔係得緊急支援服務嘅咩？唔止咁簡單，護士除咗會教你舒緩症狀，連食藥同飲食建議方面嘅問題都可以問㗎。真係夠晒專業喎，仲唔使預約，夠晒方便。而家新登記仲有限時優惠，快啲叫埋你啲街坊打29527250登記啦！經濟脈搏，
港股都係反覆向上嚇，恒生指數收咧25,668點，升到137點，成交咧2,597億。國企指數升32點，恒生科技指數咧升咗37點嘅。DeepSeek 係大幅咧上調咗 ABI 嘅價格啦，但係模型股咧個價格係升嘅，咁啊 Minimis 升咗1成，報326蚊4毫，升咗29蚊2毫啦。咁啊3日嚟講咧，佢累計咧已經升近咧呢個42㗎啦。智普咧就升超過14%，係到1246蚊啦，咁升咗159蚊。其他嘅相關股份都做好嘅，兆易創新咧就升翻超過6%啦，報528蚊；順查咧升超過2%，報131個9；希智科技升超過5%，報321個2；聯想就升超過8%，上到去28個1啦。咁琴日咧跌超過6%嘅友邦咧，今日回升咧超過1%咧，係報咧74蚊1毫半㗎。匯豐係升咗個1，係報161蚊2毫，而渣打咧就跌翻咧呢個1%，係報